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青春变公道单元，我是主持人阿明詹伟民。咱看台语辩论，较侪场安尼落来啦吼，咱继续要针对着这个12月18四大公道案来进行辩论对话。相信袂少观众朋友看了讲，哇，这个少年朋友表现了拢真好，拢袂歹啦吼。而且咱嘛要继续呼吁这观众朋友爱用鼓励这个心情来鼓舞少年朋友。 勇敢用台语来表达意见吼，虽然台语可能无遐尔这个纯正，但是总是少年人敢讲敢来挑战，已经真无简单吼。而且咱嘛讲到有机会来做这个台语福建这工课，应该要用更较开阔这个心理吼来看待啦吼。话搁讲转来，咱今日节目吼有影定着精彩啦吼。今日咱针对着第20案公道案，主问是：你是毋是同意中油第3天气接收站煞离开桃园、大潭、海草大、海花甲海域？ 精彩辩论，即阵随来起讲。先来小解正反两队啦吼，咱即阵先来邀请到阿明的正手边是咱的这个后花园的阮，因是来自台东哦。今日坐飞机来到咱遮吼，是台东军立县中学2年的学生，咱来欢迎到正方第一辩洪欣婷。大家好，我是正方第一辩洪欣婷。感谢欣婷。 再来，咱们邀请正方第2辩是咱的刘子瑜。大家好，我是正方第2辩刘子瑜。感谢子瑜。第三，咱们邀请正方第3辩是咱的曲良云。大家好，我是正方第3辩曲良云。感谢咱的这个正方3位吼，真正是台东来遮吼，好好来要做表现。所以咱们邀请是反方是来自桃园武林高中2年学生武连 N 辩社，咱来邀请反方第1辩辛欣婷。大家好，我是反方第1辩辛欣婷。 好，所以咱们邀请反方第2辩吴雨琴。大家好，我是反方第2辩吴雨琴。所以咱们邀请反方第3辩是咱的卢怡香。大家好，我是反方第3辩卢怡香。非常感谢啦！咱即阵先来访问一下，尤其来自台东啊吼，这间实验中学吼，听讲是国际学校 ，Pretty International， 真正真国际化，但是因注重无共语言的这个学习，咱来请教看卖啦吼，请教子瑜啦吼，你伫学校拢学啥物咧？ 我伫学校学的是印尼语。哦，印尼语哦。嘿。哦，伫遮内底你学着啥物？我除了学着印尼语以外，我阁印尼语的文化，甲因的一寡歌啊，也是食的物件。食食拢总学会着吼。 文化吼，自语言来去学习一个文化啊，其实咱讲到自印尼语以外，其实咱讲学校真注重无共款族群吼。听讲良云吼，嘛是台语讲了袂歹，过去搁唱歌戏是毋是？唱偌久？为国中开始。为国中开始啦吼，其实伫咧课程选修内底吼，欣婷你嘛是选修台语的学生囡仔，伫台语课内底学着啥物？我学着无，就是讲台语有足侪。 讲的方式，讲方式，腔口，甲腔口啦吼，所以伫遮咱讲着吼，真侪高中吼也要开始实施着咱讲着本土教育吼语文这块啦吼，因为这个学校伫台东遮先来实现，咱真正爱甲鼓励一下吼。另外，咱要来讲着反方遮，咱讲着反方拢是这个 N 辩社的这个歌手啦吼，尤其咱先来请教语琴好啦，过去讲是 N 辩社吼，台语的经验有台语辩论过无？无，不过我捌伫迄。 中文的辩论内底讲台语。哦，这个情形是安怎？应该是100分吼。无裁判讲伊听无，所以讲0分。0分，所以0分是裁判伊听无，所以是裁判应该是0分，毋是你啦吼。勇敢用台语来表达啦吼。怡香咧，怡香，你对台语的这个经验？我听过伊讲台语。你听过伊讲台语吼？是因为这回辩论才听过安尼吗？无，我伫厝内有时阵就会讲台语，毋过机会足少的，机会真少啦吼。而且咱们讲着吼，武林演变下吼，伫咧咱这回12月18公道啊，这个时阵，因为看到讲吼，这个正反的这个意见吼，有当时也有一寡这个争吵的这个时阵，伫咧网络顶这留的其他节目啦吼，拢总较无理性啦吼。伫遮嘛看到讲，因的这个烦恼，咱请教欣地啦，烦恼啥物？听讲恁本地要甲这个名吼，甲这个武林演变甲暗藏起来。 对，因为阮原本希望会当对即摆机会搁较了解无共的立场，毋过就是阮惊别人会就是。甲恁打票啊，安尼对无？就是就
就阮行迄个认为阮有特定的政治立场。OK， 其实是无啦吼，咱讲来遮做台语的这个辩论，拢是表达大家吼对这个议题啦，尤其咱讲到吼这个想法啦吼，尤其咱吼看到讲这个辩论吼，有影正方也是这个反方，有当时啊吼，拢是针对这个议题内底，用恁的这个技术，用恁的这吼演辩的这个技巧吼，来去做一寡吼对话啦吼，绝对毋是吼达到特定的这个议题，所以咱嘛是邀请乡亲好朋友吼。做留话这个时阵吼，真正较理性吼，即阵咱特别好好来了解着讲吼，因为这个演辩者吼，应该是这个经验介丰富对无？有无？敢讲啦，唔敢讲哦，真这个先甲这个实力先留起来吼。恁呢？恁演辩的这个经验有无？完全无。完全无啦吼，就是看到讲今仔日咱台湾新界青春辩公道单元一定爱来好好来。这个参与了吼，所以咱就要好好讲到，今日咱的辩论同款是分做是3个部分。第一阶段是申论吼，第二部分是咱的这个自由辩论，即阵改做是4分钟吼。另外第3阶段是咱的这个辩。首先来了解第一阶段咱的辩论规则。申论是由正方第一位辩论员先开始发表，接来是反方第一位辩论员，按顺序的是正方第2辩，反方第2辩。正方第3辩，反方第3辩，每位辩论员发表时间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就开始进行申论。即阵咱要邀请到正方第1辩，时间是4分钟，邀请欣婷，请开始。大家好，我是正方第1辩洪欣婷，今仔日要伫遮甲大家讲3件代志。第一件代志是海草蛋甲山芋蛋是2款无共的物件，这是海草蛋甲山芋蛋的比较。海草蛋是一款植物，山芋蛋是为山芋糖生出来的。山芋蛋有足长的骨头，海草蛋的蛋体非常的软，因为爱经过足侪时间才有法度豆豆生起来。山芋蛋每1年会当生1公分，海草蛋刷20年才有法度生1公分。毋过，莫看海草蛋生遮尔慢，其实伊嘛有足侪功能，会当减少环境的伤害。亲像海草蛋足侪空芳的形，会当保护海化，会当减少海化，会当减少海洋对海化的伤害。安就毋免一直等肉涨价，烦恼海化的倒退。海草蛋嘛有减少气候变迁的深度，因为伊嘛有吸收碳的功能。第二件代志是，伫全世界有海草蛋生态的地区有4个所在：挪威、巴西、地中海海岸，阁有台湾的桃园。其中，桃园的海草蛋是全世界上大，嘛是上完整的。对桃园的德维渔港到永安渔港27公里的海岸，分成3个主要的地区：北约、大潭、甲关心。其中，大潭海草蛋的生态是非常多元的。伊嘛是足侪海洋生物生活的所在。中华北海猪会到中海草蛋遮来找物件食，阁有即款强要无去的鲨鱼，伊的华语名叫做红肉鸭介脚，阮嘛会叫伊入世双髻鲨，伫台语阮叫伊香龟仔。即款鲨鱼会到海草蛋遮来生伊的后一代。大潭海草蛋毋但只有动物咧活动，阁有足侪山芋伫遮生长。即款山芋只有台湾有，伊的华语名叫做柴山多杯孔珊瑚。即款山芋伫大潭海草蛋遮生长的状况非常的好。大潭海草蛋的生态真正是非常多元的。第3件代志是，超过7600年历史的大潭海草蛋，毋但是海洋生物的囡仔房甲灶骹，阁是减少气候变迁深度非常重要的助手。嘛，因为伊是全世界上大的海草蛋地区，所以伫民国108年2月22号，受到国际海洋保护组织 Mission Blue 确定加入去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地区。遮尔重要的生态环境，是阮想要保护的，所以请
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堪离大潭海草礁地区。非常感谢正方第一辩吼，即阵咱要邀请反方第一辩是咱的沈欣茶，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依据经济部2019甲2020的报告，台湾伫未来7年年均用电量成长2.5%。另外，台大环工所博士调解委研究报告指出，会使证明台湾面临欠电的状况。若无三节，未来台湾的电力备用容量率将会降低到12到13%，备转容量率会降低到7到8%，比法定标准搁较少。阮的意思向大家说明：第一，建设三节会当促进能源转型，达成2015年绿色减碳目标。依据研究报告指出，台湾若是希望伫2015年达成绿色减碳目标，三节兴建是有必要的。请大家甲我做伙看这张图表。伫2012到2025年间，台湾的电力会无够，假使希望会当顺利转型绿能发电，三节就一定要兴建。若无，就需要相应的燃煤发电，也是增加其他遐开发电厂的运作效果，会造成空污甲发电厂超过负担的问题。第二，兴建三节会当降低煤电的使用，减少空污问题。依据经济部的讲法，近几年来制造业表现水起。地数用电量成长2.5%，若是三节停止兴建，产业增加用电量将带来较大的压力，必须增为弥补不足。中兴大学环工学系教授曾炳杰嘛指出，反对三节兴建将影响减煤进度，增加中部4大煤电机组地数减掉的空污问题，使人民健康受到伤害。阮嘛知影海草礁足重要。不过，阮认为外推方案已经大大避免海草礁可能因工程受到的危害。中央大学水海所所长黄志成讲，三只外推方案毋是凸体，海流嘛会使流通，所以袂有凸体效应甲漂刷问题。另外，由于外推方案的镂空栈桥设计，新屋会当由下底通过，减少海草礁生态系互分割的危险。另外，针对海草礁的选址争议，阮想要进一步解说，为虾米台北港甲南口港的方案无通。针对台北港的部分，第一，三只拨清至台北港本需要11年的时间，比4年了后会使起好的三只，需要承担较久的空污危险，而且会延迟2015年绿色发电的目标。若是三只起伫咧台北港，就需要互足侪 LNG 船停靠。LNG 船是危险的物件，所有150公尺内底的所有船拢应该撇开。不过，台北港宽度400公尺，即船100公尺会当互其他船通过，有非常大的安全问题。针对南口港的部分，第一，拨清至南口港需要13年的时间，嘛共款延迟2015年绿色减碳目标。此外，南口港伫咧桃园国际机场甲军方的机场港路下骹。依据 SIGTTO 的规准，接收站选址必须考虑操作异常的时阵，若排大量的天然气，将影响飞行安全。所以，伊无适合建伫接收站。综合以上所讲，阮认为外推方案是上好的选择，毋但对海草礁的伤害非常少，嘛会使顺利伫2015年达成绿色减碳目标，减少空污危险，互台湾人民拢吸到较清气的空气，台湾嘛会愈来愈好。感谢反方第一辩沈欣茶吼，咱即阵要来邀请正方第二辩刘姿瑜，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正方第二辩。中油公司伫2017年计划伫大潭海草礁地区起第3天然气接收站。伫这进前，台湾已经有2个接收站啊，一个伫高雄，另外一个伫台中。要起伫桃园的原因，就是要减少空气的污染，甲因为台湾的用电的需求是愈来愈悬。若是起第3接收站伫桃园，就会互北部的供电较稳定。刷落来，我有3个反对起第3天然气接收站伫桃园大潭海草礁地区的观点。第一点，天然气甲燃煤比起来，造成的空气污染甲二氧化碳虽然较少，毋过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天然气发电排出来的甲烷是蓝煤足侪倍，而且过量的甲烷嘛会造成全球暖化的问题。若是甲烷愈来愈侪，咱全球暖化的问题就会愈来愈严重，咱的地球嘛会有愈来愈侪问题。所以我会讲的是，天然气接收站可能毋是一个上好的方法。第二点，目前咱台湾上主要的用电是产业的用电，咱来想看卖。照咱拄则所讲的，天然气发电嘛是有一寡问题，那是因为用电的需求愈来愈悬，就要一直起电厂，以后台湾会有较侪工厂入来。咱认为，咱应该来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咱要改变发电的方式。政府会当鼓励企业开始能源转型的研发，而且会当提供一寡帮助，嘛应该来计划再生能源的以后的发展。第三点，伫2050年的目标就是净零碳排。到时阵会有4成的接收站无路用。若是即马去第3接收站伫桃园、大潭、海草礁的地区，只是为着减碳的过渡方案。安尼的过渡方案，敢有值得咱来牺牲几千年才生出来的海草礁？所以，咱认为上重要的是，咱要赶紧找一寡替代能源来达成长久的减碳。以上就是咱对去第3天然气接收站伫大潭海草礁地区提出的想法。感谢正风第2遍主语啦吼，即阵咱要邀请反风第2遍。吴雨琴，即阵时间4分钟，请开始。各位好，今仔日所讨论的电场拢总2题，一个专咧讨论环保，一个咧讨论电力国家。第一，拄则政府所提出的，咱会使做能源转型。啊，阮有一份资料是咧讲，这再生能源的供给量要到2050年，才有办法完全的替代天然气。所以伊的办法其实是无通的，而且若是无去三接，就可能会影响到即马政府所咧推行的能源转型的方案，就会去影响进一步去影响到政府减煤的政策。延续经济部的讲法，澳洲电力欠少的问题，若无三接，就必须爱采用避案。今仔日政府认为会当使用其他的方案，不过咱头拄仔已经有举例说明。像拄则一遍所讲的，台北港、南科港的方案受到国际规准和 LNG 轮航行安全的制限，水道两边爱扛300公尺，甲台北港的条件无相合，坡头甲圳路拢可能爱重新设计，安搬就爱11年的时间，所以伫工程方面实在唔通。算落去，咱就爱来讲空污的问题。针对空污的问题，台电表示必须爱增加烟气，才会当减煤，进一步改善空污的问题。所以三接一定爱如期完工，若三接工程延期。2015年进前就会出现电力欠口，这个电力欠口会使台电定着就爱加开重火。中兴大学教授嘛评判，中部至少4台煤电的机组要重开，使中南部的民众受到马上的健康危机。这款的环保问题，才是政府马上就爱解决的。若无，互人民去染着严重，就是公交弄石头，实在无彩谈。依据咱的数据，台中市原生的 PM2.5有14.6%是中火制造的电硫氧化物加氮氧化物的40%。若莫开中火，使用 FSRU 来运输天然气，伫风台天的时阵，可能会致使发电厂停止运作。搁再讲，台电的海水条件无好。所以，伊工开方面可能有真大的问题，空污造成的健康危害嘛，有可能会造成囡仔下区，增加老人得着糖尿病的风险。说落去，咱来讲讨论今仔日辩论的重点。今仔日政府提出真侪海草礁所带来好处。拄则政府所讲的海草礁有足完整的生态，甲真珍贵的生物生存。咱若同时兼顾生态甲工电，是毋是真好？
像最近提出的外推方案，已经甲对海草带影响减至介少。尤其是路空栈桥的设计，清华大学甲中央大学的文章拢指出，新的栈桥甲主要风坡体拢是采固定化的设计，造成的突堤效应已经强强避免。而且路空设计的栈桥嘛袂去分割着原有的生态系，已经尽量兼顾海草带的保护甲北部的电力需要。俗语讲，甘蔗无两边甜，袂当去无顾人民的健康甲电力，干那去顾着海草带，安尼嘛无够公正。从以上所讲，三者对海草带影响介少，而且考虑到空污占用的用电的问题，请大家公道20暗投无同意，感谢。非常感谢反方第2辩吴雨琴，即阵咱要来邀请是正方第3辩曲良云，时间共款是4分钟。大家好，我是正方第3辩曲良云。拄则第1辩甲第2辩已经甲天然气，阁有海草带的代志讲完啊。刷落来，我要讲为虾米阮赞成第3天然气接收站迁离大潭海草带地区。第1点，建议发电厂是为了解决台湾北边的电需要由南边提供的问题。选伫咧大潭起天然气接收站，是因为大潭已经有发电厂的关系。照中油原本的计划，第3天然气接收站要起200瓦架，但是因为发现海草带的关系，已经甲工程减少到30架。那安尼，敢有法度甲原本设想的同款，接受遐尼济的天然气？而且海草带的地区，并毋是沙质的海岸，伊并无适合设置海港线。若是天然气伫咧输送的过程当中，海港若是破去，那安尼是虾米人爱负责？第2点，因为已经发现海草带的关系，所以中油要甲规个工程向外撒1公里，原因是为了要解决原因是要解决海草带伤害的问题。但是海草带生长的所在是一个海岸到海底的5公里，外推1公里，并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第3，土地效应。虽然讲反方拄则有讲土地效应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一直伫咧改变的所在，所以阮无法度确定土地效应是一定袂产生的。若是去了3只，土地效应是一定无一定，但是有足大的可能会造成。迄山若是甲海草带扛过去，嘛无法度用人工的方式甲山摕掉，因为安尼一定会伤害到海草带。第4，台湾是4面环海的国家，若是拄着风台，天然气船共款嘛是爱去台北港避风浪。那安尼，为虾米莫直接牵到台北去？台北港是已经开发的海港，而且因的海浪的状况比大潭搁较好。若将接收站牵到台北，甲原本的工程的时间是同款，不止经费搁较便宜，而且会使接收的天然气比大潭搁较济，搁会使甲第4天然气接收站合作伙，更加能够达成减碳的目的。俗语讲，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田头。咱拢已经知影爱减碳来保护咱的环境，为虾米搁爱牺牲海草带来达成这个目标呢？
为了美丽的台湾，请大家同意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离台南海草礁地区。非常感谢反方正方第三辩，即阵咱要邀请反方第三辩卢怡雄，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反方第三辩卢怡雄。第一点，我要讲台北港的替代方案无通。LNG 船是真危险的物件，伫台北港行船唔哪有安全性的问题。台北港即摆的南北码头区域，拢前往主航道的两边。伫台北港开 LNG 船，唔哪真歹保持安全的距离，对船只进出港口的货物作业，嘛会产生真严重的干扰，对航道的安全嘛有影响。所以针对政府讲的，伫台北港起沙只只需要5.5年的时阵，就是因为因认为会使直接伫 N7 到 N9的地方起沙只。毋过，亲像我拄则讲的，伫遐起沙只是一个无安全的做法。若是要去台北港，起沙只，就要中心停海走路。需要的时间就甲经济部讲的共款，需要11年。迄会大大延迟阮达成2025年绿色共的目标。第二，三只伫天然气的规划是最重要。伫2025年的时阵，天然气的用量爱是36%提升到50%。成长4成，若是无起沙只，依据经济部的估计，会减少137亿度的电。若是要补足这个电量，就要向548万吨的煤炭，就是爱加排放600万吨的碳。依据排碳的法定目标，2025年爱比2005年减少2120万吨的碳排放。这无起沙只产生的600万吨的碳，就占了将近三成。所以，阮认为，若是无起沙只，对阮达成2025年绿色共的目标有着重大的影响。第三，沙只外推方案已经尽量保护海草礁。外推方案无污侵、无倒填、无破坏海水下骹的大体，离海岸有1.2公里，面积嘛减少到23公顷。中油嘛实际钻探103个所在，发现经过数据文理的调查，证明水下18公尺，嘛就是工程室做的深度以下无大体，伫超过18公尺发现的大体嘛只是碎片。新建的人工建物嘛只影响唔到2%的面积，海床面积。而且镂空栈桥的设计，唔哪大避免凸体效应，甚至会使互经过海路速度搁较紧，抢走一寡浴伫大潭海藻区、G1、G2区的漂沙。针对对方讲拄则讲的凸体效应的问题，凸体效应会造成凸体效应，其实是起伫遐的建筑，但是三只外推方案已经互即个三只离海岸有1.2公里，所以伫即个效应上是已经大避免凸体效应。最后，阮想要讲，大潭是经过几啊摆的评估，上适合去三只的所在。政府嘛采取足侪措施来避免海草礁互伤害可能，所以阮认为三只无应该徙离海大潭。感谢反方第三辩卢怡雄吼，咱即阵第一阶段申论已经结束吼，咱头拄也看到讲正方后回群的阮吼是了解到海草礁甲珊瑚礁的这个政策啦嘛，讲到海草礁生态这个价值，佮有大潭海草礁伊的国际地位哦。但是嘛提出的问题，讲天然气对环境的这个影响，台湾电量根本才这个问题。另外来起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敢有适合？落实减碳吼，敢做这个过渡方案敢有适合啦吼。另外讲到这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这个外推方案，共款的伤害到
海草大，这是正方这个论点。另外，咱讲反方哦，武林演变社，伊是讲到第三天气接收站哦，促进着能源转型嘛，达成着2025年绿色家园的这个目标。另外嘛，讲到这个减少空气污染，三节外推的这个方案是经过调整来得到的这个方案哦，兼顾海草大嘛，减少着空气污染，这个多元价值吼。咱即阵特别来进行着这个第二阶段，先这个心理吼，就放较轻松咧吼，莫遐紧张啦吼。咱即阵好好来了解着第二阶段自由辩论的规则是啥物。第二阶段是咱的这个自由辩论，发言无一定的顺序，嘛无限制几摆，由正方先开始发表，发言结束随换反方，时间就会开始倒算。过程内双方辩论员不断交替发表，一直到任何一方发表时间结束，另外一方会用上尾一名辩论员来做代表，甲剩落来的时间用互煞正方双方。拢总有4分钟的这个时阵，拢总8分钟。即阵咱要邀请正方先开始。我想要问反方的是，海草大的生态有足多元的动物伫遮生活，阁有足侪个山芋伫遮生长。毋过，即款山芋只有伫大潭海草大生长的状况较好。我想要问的是，若是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起伫大潭海草大遮，安尼若是伤害到即款山芋的生长，互伊伫全世界完全消失去，安尼，请问是要安怎去负责呢？中油伫建制镂空残桥的时阵，已经有考虑到山芋生态系，阮有即个设施，恁袂当干那讲可能有影响尔尔，恁要甲我讲有啥物影响？影响偌济？好，我想要讲的是，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会当嵌入去迄个所在，毋过即款山芋相结果，伊嘛是会到大潭海草大遮来生伊的囡仔，而且即种鲨鱼伊的数量已经非常的少啊，阁有即款的白海猪，伊嘛只有伫全世界剩50只尔。若是讲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会当考虑，毋过即款山芋甲即个白海猪，阁有即款鲨鱼，拢是生长伫遮的，你嘛无法度叫伊离开伊的厝去别个所在生活，因为伊根本就无法度伫别个所在生活。所以我只是想要问的是，你无法度对阮讲，歹势，我即马无法度负责即个生物的消息。那安尼，我只是想要问，那安尼阮为虾米爱去即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呢？阮也是拄则迄个回答阮伫咧设计即个镂空栈桥的时阵，就已经有考虑到生态的问题。恁也是无甲阮讲到底是会造成什物款的影响即个影响是好还是歹？敢有这部分的证据？就是我感觉是讲，大自然本来就是一个真奇妙的所在，阮无法度用数字也是啥物根据来讲，阮即个物件对即个动物无任何的影响。我想要讲的时阵是讲，就是即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是有数字甲物件会使证据讲伊是安尼去，但是动物伊无法度，就是即个环境的物件，伊是就是若是改变了一丝丝啊，就会有真大的改变。若是无法度保证讲，无法度保证讲，即个物件袂互伤害，咱就尽量莫做即款的代志。毋过中央大学教授黄志成嘛有讲，这阮去三接就袂去影响到边仔的海草大甲其他的动物。恁拄则有讲，可能会造成的突体效应。
这拄摕效应就袂发生伫阮所讲的一个外推方案，因为阮已经采取的是镂空残桥的设计，已经有教授安尼讲啊，所以阮的研究甲证据是较明确，咧讲是袂造成生态的破坏。来，正方主。好，我想要甲恁问的是，那安尼天然气伊所排出的甲烷是要安怎解决？也有讲天然气，是伫过渡时期，袂使减少的。阮认为减煤是比暖化搁较紧张的，所以就算下排甲烷造成暖化，阮嘛认为为着较久长的利益，三者嘛是必须要现结。那安尼你所讲的久长利益，其实天然气只是一个过渡方案。那安尼，咱真正要为着即个过渡的方案来牺牲7600年，才生出来的海草大吗？像咱这张图表所讲的，咱若是要做能源转型，这能源转型伫2050年的时阵，就会有咧计划要互再生能源爱提升到这个数字。毋过，若是三者无成功完工，就会延期。像这个声雾的问题，会搁较造成空污，也有全球暖化的问题，搁较严重。若是三者无起，这个问题会搁较紧急。来，正方。拄则有提出讲，这个台东地区是啥物人要来负责？就是讲，我的问题是讲，如何保证中油会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所迫害到的海草礁地区负责？阮已经采取足侪措施来避免对海草礁造成的伤害。阮嘛想要问，若是伫中南部造成的空污，继续存在11年的时间，是谁爱负责？海草礁有足侪环保团体，啊，阁有政府爱来负责。中南部的空污是谁要来负责？阮嘛想要问，若是无沙石，嘛是无去伫大啖的沙石，你敢有其他资料台北港的替代方案？来，正方。如何保证环境评估的内容拢是正确的？那如果天然气站若是爆炸，啥物人要对这来负责？请问台湾有发生过接收站爆炸的代志无？来，正方。就是款评并无公开因的资料，因并无达成定时正义，这反方您安怎看？来，即阵邀请反方。政府也无回答到咱的问题，若是台北港的方案袂当做，阁有啥物其他的替代方案？而且拄则的环评的问题，咱其实无听有，啥物是环评无公开，所以无合啥物程序正义，其实阮听无是倒一个环评。虽然最近有环保团体主张台北港若加速环评，使用旧的风波梯时间可能会赶会赴5.5年完工。毋过，根据台电提出的替代方案报告，除了环团所认为毋免去的风波梯，咱嘛有注意到吞吐工程全部需要4年的时间，更加就要考虑到NG准航行安全的这项。南口港的方案就搁较久，拢总爱13年。搁再讲啊，南口港为了机场飞行路线下骹，那真正欠止，反正讲会影响到飞行安全。所以，总体来讲，咱今仔日所听到政府时间到，多谢
咱即阵自由辩论的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非常感谢两边啦吼。而且去头脑这个时间啦吼，咱就好好先来休喘一下，咱个吼心情放好较轻松咧吼。咱等下就要进行到第三阶段，伫第三阶段进前吼，咱过来请教吼自由啦吼，这个部分会困难无？袂啦吼。咱讲第二部分的这个部分，你会感觉真困难无？会哦，安怎困难？都会较困难的。我唔知影。你唔知影，反正就是真困难就对啊。尤其咱讲这个双方啊，你爱吼等求互伊，恁才爱回答，还是恁等求互伊才爱回答。所以伫这部分啊，真正考验到吼少年辩论员吼，因为这个咱讲准备也好，还是回应也好啦吼。不过咱拢讲吼表现了袂歹吼，阿明拢互恁100分啦吼，100分拢互恁。即阵咱就要来进行第三阶段这个部分。第三阶段是咱这个别规则是啥物咧？咱先做回来看吼，个别由反方成派。辩论员来做结辩，再由正方来做结辩，时间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咱要请反方来做结辩，时间交予吕义雄，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拄则阮伫自由辩问的问题就是，若是无替代，若是除了台北港敢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即个政府依然无做回答。所以，阮希望你会使伫你的结辩时间回答阮即个问题，就是若是无台北港，敢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会使去三只 ？OK， 好，综合以上所讲，若是欠缺三只的电力，阮要安怎伫2025年达成能源转型的目标，互阮伫未来有更较安全、清气的能源会使用？那国际大国德国的新总理讲，天然气爱甲再生能源同齐进行。国际能源总署嘛认为，人类伫发电再生能源的过程中，天然气辅助性的燃料就是天然气。所以，阮认为爱投无同意的票，互2025年能源转型恢复家园。莫阁是一个遥远的口号，会行做阮共同的愿望，一个会使互实现的目标。支持三只伫2025年完工，互阮会使经过天然气的使用，过渡到再生能源，达到一个真正的绿色家园。最后，阮也是毋敢讲会对海草大完全无伤害，但是政府已经一再调整伊的方案，尽量保护海草大的生态系。毋去三只，除了有供电无够的危险，以外嘛会影响到其他的环境生态。咱国环境基本法第2条有规定，环境指的是影响人类生存甲发展的各种天然资源，日光、空气、水、野生、动物等等。所以，阮是希望会使考虑到其他的环境因素，兼顾搁较侪环保价值。环境的议题，毋那是爱注重海草大的生态尔，嘛爱关心减煤、减碳、减空污的环境问题。这个应该是政府甲咱的共识，毋过因一定无回答想要对，因一定拢是一个讲一个有可能性的问题，亲像天然气啥物时阵会爆炸，这个台湾无资料，伊嘛无讲有倒位有这个实际案例。毋过天然气，毋过中南部的空污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我嘛希望中南部的居民会使伫2025年，足侪只燃煤机组停止运作以后，免阁受到遐尼侪空污危害，达到一个更较平衡的区域正义。三只外推方案，毋那甲大自然和谐相处，嘛甲整个社会达到一个更较协调的共识。针对拄则天然气欠借的落成的问题，继续。迄个资料其实是台大环工所博士调查委做的，伫
2019做的资料。毋过，这个是以2020甲美国的实验室做的上新的估计，就是2035的时阵，天然气的用量会达到上大的量，伫2050，天然气的使用才会慢慢的减少。所以伫未来10年到15年的时间，阮油源需要搁较侪天然气，去互阮达到一个再生能源的目标。非常感谢反方的这个结辩哦，感谢这个卢义雄哈。即阵咱要邀请正方咱的曲良群来做结辩，时间是4分钟，请开始。我想要讲的是，无数字并无代表这个代志袂发生。我想要再次强调的是，海草礁是咱台湾独一无二的植物，若是破坏了，就无法度搁再转来。这个物件就会为台湾完全的消失。我是宜兰人，即马伫咧台东读册。即个西部的人拢会来台东、宜兰，也是花莲佚佗，是因为遮有足水的环境。但是这嘛是因为西部有足侪工业的产生，互西部无遐尼清气的空气。但是嘛是因为因，阮才有即马遮尼舒适的生活通过。我想要邀请大家做伙来想看卖，若是天然气接收站继续起伫咧桃园，咱就会永远生活伫咧污染甲公安危险的空间。这真正是咱希望未来的台湾，也是希望未来的桃园的模样吗？台湾是一粒小岛，咱拢希望，无论伫咧台湾的啥物所在，拢会使有清气的空气、美丽的环境。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海岛，莫只是因为咱即马需要一个电力的过度方案，就来破坏咱美丽的海岸。这个美丽的岛，是咱全体的台湾人爱做伙来保护的，所以请大家同意第3天然气接收站迁离台东、海草礁地区海岸以及海域。好，非常感谢良群哈，真正感谢伊用这个心情吼，讲伊住伫咧宜兰，即阵伫咧台东吼咧读册，用伊的这个故事来去看讲。是安那，咱要用到第3天然气接收站吼，相信大家嘛真有感受啦吼。而且咧要鼓励着讲吼，咱伫台东军立县中学啦吼，因其实嘛做好真侪种准备吼，尤其阿边真正甘心的吼，是因传着咱看到讲吼有这个罗马拼音的这个部分带落这个拼音啦吼，而且咱看讲吼，因有这个准备是讲哇，这个图表同款是用着带落吼，咱看中华北海地啦吼，相信大家。有的人知影伊是白海豚，但是毋知影伊这个台语安怎讲。另外咧，咱看到讲这个花语啦吼，或者陆氏双髻鲨啦吼，同款伊嘛用到这个带落的这个拼音，互观众朋友来去做一寡这个人物，非常的用心吼。所以伊合作是上贵啊啦吼。所以而且看到讲哇，无共队伍有无共款的准备的这个方式啊，武林遮咧吼，咱嘛看到讲嘛是传到真侪种资料啦吼，尤其咱看到哦，迄人阵。要来准备这回辩论比赛的时候，拄好等着考试，是毋是兄弟？所以要安怎准备？无时间通好准备哦。阮着熬夜。哦，咱讲吼，这个暗时啊吼，就是册读煞了，啊，佫开时间来去做一寡这个准备啦吼。啊，咱讲着已经辩论结束啊，辩论进前甲辩论以后，心情差真济无？我
我嘛是足紧张的。即阵还阁紧张？因为我的台语无好，我足惊，我唔知影要安怎回答你的问题。OK， 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紧，咱已经结束啊吼，咱继续阁请教武琴啦吼，你的这个字嘛是吼无好读吼，但是嘛会当用台语读出来，用台语来讲家己的名，是毋是搁较无共款？是。有影啦吼，啊，这回辩论了后，你的这个心情安怎？有较轻松。有较轻松啦吼，啊，甲花季你头拄讲的这个评审拍你0分，你这边会讲我即阵是100分啊吧？对无？是，你即摆大声甲这个评审讲，我用台语辩论，我是100分。我唔敢啦。你唔敢吼 ？OK， 不过咱讲吼，这个节目已经互你100分的这个肯定啦吼。另外，伊向咧辩论了后，心情安怎？就足轻松啊，就嘛真感谢有即摆的机会，会使增加阮会使加学其他语言的机会，这嘛是阮家己出生的地方使用的语言。伫咧地方啦哈，是讲伫咧处理吼，拢咧使用的语言吼。啊，另外咱嘛来去请教，咱讲台东军医这个部分吼，上中学，咱头拄看到这个心情吼，就是头拄摕到即款的这个方式吼来去做辩论吼，真正互人真 impress 吼，真正印象真深啦吼。咱来请教心情啦吼，用到台语吼，相信这嘛是学校教育内底这一款吼。啊，你安怎鼓励讲未来搁较侪人来对你讲台语咧？好，就是虽然讲可能无介识是讲台语的人会感觉足惊心，因为讲惊家己讲到较无标准。毋过若是讲较济，豆豆讲，平常时就一直讲，就是台语就会进步。有影啦吼，一直讲落去啦。咱讲这喙齿嘛，互你练甲真精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心情已经甲这个观众朋友小来讲练台语的这个方式啦。相信咱嘛这是台东吼军医实验中学内底吼教台语的这个心情吼。啊，用着印尼语来去学习无共款这语言吼。咱讲着这台语对你来讲嘛是生活中真袂当欠缺一部分啦吼。啊，这回辩论了心情安怎？即摆有较轻松。其实我感觉今仔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伫遮来甲大家讨论即件代志。因为我感觉辩论上趣味的所在，就是咱毋是要拼一个输赢，咱是要来讨论一件代志，而且咱嘛会当知影无共的角度出来的观点是啥物，所以真感谢今仔日返访的3位辩士甲主持人。OK， 多谢啦，因感谢这武林演辩社啦吼。上尾来请教梁文哦，其实你这表现真正真好啦吼，嘛是甲你鼓励一下，你嘛是100分啦吼。啊，这个辩论结束，你的心情安怎？就是因为我伫咧准备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其实毋是每一个人拢有伫咧注意即个题目，就是我身边的人拢无伫咧注意即个题目，就是多谢即个机会，互我会当搁较了解公投，搁有台湾即马伫咧发生的代志。有影，咱讲12月18这个公投案，有4个这个公投案吼，啊，经过咱头拄梁文所甲咱解说，有影啦，真侪这个学生囡仔，吼，可能会当18岁后要转票，也毋知影12月18要举行4大公投案吼。透过咱的这个节目嘛，会当好好来了解这个4大公投案到底咧讲啥啦。过来请教梁文啦吼，咱讲要安怎个鼓励啦吼，其他人来讲台语咧，你有想法无？咱讲台语啦，亲像这个心情有甲咱讲 ABC 哦吼，咱讲一直练这个喙齿就会当较骨溜啦。你有啥物方法无？你过去唱歌戏的，会当用到这个方式无？因为我家己是因为我有兴趣，所以我感觉讲，若是要真正要学一个物件，你就爱伫这个物件内底找到你家己的兴趣，是，对，安尼才有法度一直落去。OK， 找到家己的这个兴趣啦，相信伫遮啦吼，咱看到这个演辩社的啦吼，过去可能这个辩论的这个部分，可能是恁的这个兴趣啦吼，啊未来台语嘛一直藏伫这个心里啦吼，安怎鼓励吼，搁较侪人来去讲台语啦吼，心情你有啥物撇步无？我感觉若是公司会当办搁较侪比赛，就会有搁较侪人介意台语。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搁较侪这个比赛，互咱遮这个学生囡仔，你看看吼，咱遮这个学生囡仔，
高中2年啊，吼，都有遮尔好的这个部分吼，会当来去做一寡精彩这个演变啦吼。咱嘛讲到青春变公道啦吼，会欢迎吼继续来讲吼，咱这个公道案这部分会当更较侪人来去关注啦吼。今日透过咱讲台东军艺适合中学，甲咱这个武林演变社这个部分啊，拢有精彩这个表现啊。上尾咱们要邀请到所有的吼这个参赛这个辩论员做伙来甲咱头前者吼。互相来甲大家吼，佮甲伊请教一下拜安一下吼。咱来请欣婷，多谢表现真好，感谢欣婷，感谢朱表现真好，多谢嘛感谢武琴，多谢感谢梁文，真赞，加油！感谢余香，多谢。哇，咱继续讲吼。支持咱的这个辩论赛啦吼，咱嘛希望吼，更较侪人来吼，对咱的这台语更较有兴趣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的这个演辩社，嘛感谢咱的台中军艺，咱向这个镜头 say goodbye，多谢，非常感谢。